现场的消息来关心，自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各单目前造成13个民众不幸过往。今仔日是罹难者头7，花莲县政府和民间团体连于10点的时会举办法会。台记者李尚如、曾俊佑即马伫花莲殡仪馆，等连线互尚如，甲咱讲现场上新的情形。尚如。 是主播，记者目前人伫咧花莲殡仪馆，今仔日是大地震了后的第7天。现场目前的天气是长底落31雨，规个气氛是沉重搁悲伤。花莲县府打算要伫咧10点的时阵，伫这个所在举办罹难者的头7公祭法会，现场会当看到讲是当地准备作业。 这届大地震结共造成13位民众不幸过往，县府和台中的中华宪文总会共同主办法会安宁，另外更有几10间的公庙和企业联合协办。这尊灵会当安息，会当互这尊灵叫安那上是亡保忏，来互伊会当做脱离苦海，所以也会当互咱地方。 会当大家安宁。仪式要自早起10点开始，一直到下晡3点，希望会当来安定无形众生。以上是记者伫咧花莲殡仪馆的连线报道，再来甲镜头交互主播。